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篇章理解的范例，考生会听到语音念读，但是不会看到文字。例如，上午阿頭生剩下共有3男2女，阿份坐體面，阿頭嫂老阿頭生兩路食到像命金團樣，阿份上到溜頭青安骨，從細都當為讀書，對國小國中大學期嘅成績。唔是達落天意坎，房頭內嘅叔公阿伯，兼拜公婆窮下嘅時節，全咩安樂到委期，各種大學聯考，唔是講第一次眼鏡中頹態，當兵轉來喺台北識條路，親家是升到高級主管，也難怪阿頭嫂按傻批按稱德。考生聽完這些語音之後，接下來他就會問您一些問題。首先，我們看到篇章理解的題目範例。第一題，看到阿份嘅成績，房頭內嘅叔公阿伯全安樂到位去，係講阿份樣板。同樣的，考生只會聽到語音，不會看到文字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選項裡面是有文字給你呈現給您的。那在這裡呢，我們來解析它的關鍵字。文章裡面他有念到當會讀書，唔是大陸聽一看，意思就是說他很會讀書，每次考試呢從來都沒有到第2名，也就是說他都考第1名。那我們看他的題目，看到阿份嘅成績，看到他的成績，這個伙房內的叔公伯伯那些人呢，為什麼都會一直誇獎他？是說阿紅這個人怎麼樣？我們看選項1，某基干起是沒有多麼的奇異。第2個選項，晚博晚遊是很有財富的意思。第3個選項，一模改善，很沒奈何。第4個選項，很讚很強，意思就是很厲害、很會的意思。那我們根據文章的內容，應該要選4才符合文章的意思。同樣的，這一篇裡面的第2題，阿份按樣的表現也把適當樣板，意思就是說阿紅他這樣的表現，他爸爸覺得怎麼樣呢？來，我們看剛剛講過的關鍵字，還有第2個關鍵字，阿頭嫂按傻批按稱德，這個意思是很得意的樣子。所以我們來看它的選項，選項1有面縫，所以很有面子的意思。第2，冇面縫是沒面子的意思。第3個選項，壓力重重，冇吉冇散是壓力很大。第4個選項，人情轉撲，冇朋冇友是沒朋友的意思。那我們來看它的選項呢，必須要選1才比較符合題目的意思以及文章的意思。其實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小訣竅，你會發現選項裡面的這個選項的字數差別很大，而且有2個呢是相對應有跟無。其實在這種你如果聽不清楚或者不知道怎麼選的時候，我們用刪去法的話，通常我們就會從1或2裡面2擇1。這個是一個小祕訣，也正好有這個例題來提供給大家參考。